丝巾创业手机超市级的一个魔术。好，普通的手机，普通的丝巾。好，其实非常简单，这里教一下，下面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啊。好，怎么做呢？其实屏幕要调的最亮了，不调的最亮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有什么？一张卡片啊，这两边贴了2个透明的胶纸。好，其实可以用其他方式，这只是其中一种。我们穿的时候就是要把屏幕调得亮一点，这样穿进去，这适合于视频效果还有舞台表演。好，为什么调得比较亮呢？因为我们这里用的东西是这样是透明的，所以亮度的话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，是吧？好，后面的话是这样的，对，没错。好，前面看的话，视觉效果就是丝巾创业手机。好，到这最后的话要快一点啊，然后或者是边缘可以拉开，因为这适合视频效果还有舞台表演吧。看明白了，大家可以动手去做一下。下面点个关注，为什么要关注？很简单，每天都有魔术教学看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